繼尋日特朗普突然之間發布一個利好消息之後啦，咁喺今日咧市場終於回復翻一片平靜啦。嗱，目前咧就喺7萬蚊附近咧進行緊一個調整啦。咁其實喺目前嘅市場嚟講咧，就冇一個好決定性嘅大方向嘅。咁雖然大家留意到尋日嘅利好消息咧，的確係對短期嘅市場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咁但係對於中期級別嘅市場咧，就反而冇乜動靜啊。咁所以其實咧，尋日嗰波行情咧，咁純粹係屬於一個衍生品市場嘅波動，咁就同現貨市場冇一個太大嘅關係嘅。嗱，咁我今日咧就會同大家講下究竟目前嘅比特幣咧點樣去利用一啲情緒指標去觀察下呢個市場。嗱，目前咧比特幣嗰個情緒啦，其實係屬於一個極度恐慌嘅，咁喺目前就係維持喺一個14% 嘅位置啦。咁你見到上個月咧係離譜到去到5㗎，呢個係極度恐慌，OK 係基本上係嚴重極度恐慌。咁目前嘅狀態咧有少少回復嘅跡象啦。好啦，咁其實咧有啲人就會探討就係，如果當見到比特幣嘅情緒指標係極度恐慌嘅時候咧，咁會唔會係代表比特幣會有一個反彈咧？咁其實呢個咧冇一個好相對嘅關係嘅。點解咧？因為如果比特幣係進行一個熊市嘅話咧，佢係會長期都係一個極度恐懼嘅情緒嘅。咁大家留意翻喺2022年比特幣大熊市嘅時候咧，佢係基本上咧成年入邊有超過一半啦，都係維持喺20% 或以下嘅。咁直至佢擺脫咗熊市，進行一個橫盤調整期，最後牛市咧先至慢慢上翻去嘅啫。咁所以其實目前咧比特幣落到去14% 咧，唔代表比特幣咧係有機會出現一個大反彈。咁相反啦，喺個熊市入邊咧，代表緊其實上方嘅阻力咧就仍然係好大㗎。咁但係短期咧要留意喎，因為咧其實比特幣咧喺目前嚟講咧就係一個日線嘅布林線中軌。嗱，大家留意下，其實市場咧係萬變嘅，因為如果留意翻喺過往嘅時候咧，72,000蚊或者71,000蚊呢啲位咧，其實係一個市場好大嘅阻力位嚟嘅。咁但係目前咧已經變成一個布林線中軌，咁即係代表緊咧佢以前阻力好大，但係目前嚟講咧已經唔算話一個大阻力啦，因為咧真正嘅大阻力咧就慢慢向上移，就去到布林線上軌咧，先至會有一個比較龐大嘅拋售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唔可以用1個月之前嘅表現啦去睇目前嘅比特幣嚇，就算市場話俾我哋知道呢個係個橫盤都好啦，咁但係其實佢嘅阻力位啦或者支撐位都會係有少少調整嘅。咁呢個咧就係會員點位嘅精髓啦。點解咧？因為我嘅會員點位咧係唔會一成不變㗎。可能我喺19號嘅時候覺得比特幣喺74,000蚊有一個阻力嘅喎，係啊冇錯嗰陣時係嘛。咁但係去到目前又會唔會有啲咩改變咧？又或者話喺3月22號做一個短炒啊，71,000蚊做空又成功止盈。咁但係去到目前嚟講71,000蚊我就唔會再去做空㗎啦。點解咧？因為就係啱啱所講啦，已經唔係牽涉一個短炒嘅角度，而係我睇翻日線級別啦，佢嘅阻力位已經有上移。咁我尋日已經同大家去講過一次，就係咧，如果要去做空係好有信心咁做空嘅話咧，咁都係要尋找一個比較大拋售程度嘅阻力位嘅。OK， 咁其實除咗係布林線上軌之外咧，佢嘅70天移動平均線同呢個上軌啦係有一個交接嘅狀態，即係話呢度咧係有一個雙重嘅阻力嚇。咁呢個位置咧大致上就喺74,500蚊附近嘅。嗱，咁呢個咧呢個係比特幣咧算係已知嘅一個大阻力啦。咁但係其實市場咧係仲有一個仲更加龐大嘅阻力，咁其實就會係喺8萬蚊附近嘅。嗱，80,600蚊，其實呢個咧係喺2025年11月17號呢個星期入邊咧所造成嘅一個低位嚟嘅。OK， 咁經歷過橫盤調整之後咧，最後正式跌穿啦。咁所以呢度咧係會好大機會形成一個支撐阻力互換。嗱，同時加上呢度咧，亦都係下降趨勢線嘅交叉位置，所以呢個位置咧會比起74,500蚊有一個更加龐大嘅阻力位。咁我再加多個指標咧，大家就明㗎啦。呢個就係周線級別布林線中軌嚟嘅嚇。布林線中軌特別周線咧，其實都係一個牛熊分界線嘅象徵嚟嘅。當初比特幣由歷史高位開始下跌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就係因為佢跌穿咗呢個布林線中軌。嗱，大家留意下喺過往嘅牛市咧，佢係踩喺個中軌上邊嘅。
OK， 咁所以其實個中軌咧都係可以代表一個牛市同埋一個熊市嘅。OK， 咁既然我哋知道比特幣目前咧已經係進入緊一個熊市嘅話咧，我哋緊記就係高位做空就 OK 啦。咁兩個重要嘅阻力位已經係畫咗俾大家睇啦。OK， 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想了解即時嘅專業分析同埋精準點位同埋一啲可能即時嘅入場離場信號咧，係可以喺度加入會員群組嘅。咁我就講多少少以太幣啦。咁其實以太幣同比特幣一樣啦。咁佢原本個阻力位咧係喺2180蚊嘅。OK， 咁呢個係一個橫盤嘅頂部啦。咁但係自從佢經歷咗一個假突破之後咧，佢嘅阻力位係會有向上移嘅跡象嘅。OK， 咁我哋呢個都係好接近布林線中軌啦，所以係唔適合做任何一啲入場嘅位置嘅。咁我哋可以留意下，可能喺2320蚊附近會唔會有一個阻力帶出現嘅？因為呢度咧，我哋可以假設咧，佢有機會形成一個日線嘅雙重頂嘅。咁喺短期嚟講，其實市場咧受到特朗普嘅突發利好消息咧，佢落翻去個支撐位咧，似乎咧冇咁容易嘅。咁相反啦，市場咧因為佢喺中軌度守穩啊，咁所以其實佢有機會咧會上一上，然後再去測試呢個阻力位，再睇下會唔會有第二波嘅回落嘅。OK， 咁呢個情況咧都可以留意下一個外部市場嘅因素啦。咁目前嚟講，黃金同美股咧都有一個短期嘅收復所以其實咧比特幣同以太幣短期內有一個上升係唔出奇嘅。咁但係佢當佢測試日線級別嘅阻力位咧，就會出現一個可以做空嘅考慮情況咧。OK， 好啦，咁今日嘅分析咧就去到呢度，我哋明天再會，拜拜。